再来看云林县一间国中的羽毛球队，有家长出面指控讲，学校进前有一个细寮的老师甲细菜的教练体罚霸凌球队的学生，嘛拢无受到什么处罚。公民团体是要求相关单位得爱检讨、爱负责。云林县政府是强调讲，因一切拢是依法行政。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那回来家长其实会很受伤，觉得说把小孩子送去那个学校是对的吗？讲到囡仔参加羽球队所做着教练体罚的代志非常的艰苦，这场云林县某国中羽球队的学生家长临时特别上北，伫立会甲公民团体陪同举行记者会，指控进前任教的细寮专任教师细蔡兼任教练严重体罚霸凌球队学生。两位教练呢是长期用言语辱骂的方式对待所有不特定的选手、学生，然后呢表现不好的呢打巴掌。家长也提供囡仔参加全中运的时，遭到教练喷水，甚至擤喙皮的画面，批评教练管教不当。公民团体指控细寮的教师只是互停聘，无互改聘，也无互登记无适任教师资料库中，要求相关单位积极处理。林县政府是不是可以针对今天记者会我们的相关的提出了可能新的事证相关的疑义，是不是可以回去再一次的检视，有没有可能重启调查？教练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要求，我们有透过一些课程的安排，然后要求他们要来做一些训练，包括我们有实体的课程。公民团体也指控，云林县政府对2个人的处分轻轻棒，让家长和学生二度受伤。对于不适任教师的处理，中央法规有明确的规范，学校及县府皆严格依循相关法令及程序办理。对指控，云林县政府强调一切依法行政。也不过，公民团体也指控，细蔡教练被改聘了后，竟然重新报考这间国中的羽球教练。家长向县政府抗议了后，才取消录取，刷过走去台北的学校任教，要求教育部应该退回县府的轻棒定处，重新调查，保护学生的权益。光新新闻采访报道。